新台病院比爾博醫師高耀林表示，腹股溝疝氣是一種常見的疾病，大約有20%到25%的男性一生中可能會來發生。目前疝氣的治療主要以手術為主，依照病人的病況選擇傳統開放手術，或者是微創手術。現在還有迷你的微創疝氣的手術。在現有的腹腔鏡手術基礎頂面，進一步來優化，具有空喙較細、恢復較緊等優勢。疝氣很常見，特別是對男性而言。一般來說，終其一生，每4位男性就有1位可能會有罹患疝氣的可能。疝氣的治療需要靠手術，光靠吃藥，疝氣是不會好的。目前，疝氣的微創手術在疼痛減少以及恢復發展已經相當成熟，但是很多病人要接受手術之前，特別是第一次開刀的病人，常常會很擔心，會問說傷口會不會痛，什麼時候可以出院，恢復的好不好？那為了減少病人的擔憂，為了讓病人恢復得更快，我們嘗試去優化手術的流程，讓手術的傷口，微創手術的傷口可以更小，從原本最大傷口12厘米縮小到5厘米，傷口寬度減少50%，傷口的大小縮小80%。除了手術技術的精進，在整體醫療流程，病院嘛持續來優化，對手術前的評估、麻醉安排到手術後的照護等，作為評估恢復狀況的重要依據。大多數的患者會用在短時間內就用來恢復日常的活動，恢復情形良好者嘛會用在當天就來出院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